大部分時間我發明嘅靈感都係嚟自祈禱，喺實驗室度花咗好多時間，神嘅指引同埋長時間嘅實驗。但係有時候神嘅指引會以一種令人驚喜嘅方式出現，而關於活麗貼片就正係咁樣發生。我嗰陣時喺意大利羅馬一間高級酒店，同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 LifeWave 領袖一齊食緊晚飯。坐喺我對面嘅加拿大領袖就話：David， 你有聽過 Kevinson 嘅研究嗎？佢係一個嚟自俄羅斯嘅科學家，佢而家做緊一啲肽，想逆轉人類老化。其中一種最厲害嘅肽咧，就叫做松果體素4肽。我即刻覺得好驚訝，因為我之前完全冇聽過 Kevinson 或者松果體素4肽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就即刻開始揾資料，想了解下呢種抗衰老肽。Kevinson 做嘅研究就係喺身體入邊唔同組織，例如松果體、甲狀腺同胸腺等等，提取生化物質出嚟。之後佢就會研究下有冇佢未被發現嘅肽，仲有呢啲肽嘅身體入邊有咩作用。至於松果體素4肽，呢種肽就係由松果體提取出嚟。Kevinson 發現呢種肽唔單止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同免疫力，佢仲發現松果體素4肽可以令端粒變長，而端粒就係同壽命直接有關嘅關鍵結構。由於呢一種肽本身就係天然存在，所以理論上應該可以用 LifeWave 技術去提升佢嘅水平。我哋喺測試入邊發現，活麗貼片確實可以減少氧化同埋發炎壓力，從而改善皮膚狀況。由於皮膚含有膠原蛋白，而膠原蛋白係身體入面最重要嘅蛋白質，所以呢款新貼片有強大延長壽命嘅效果都好合理。我真係好感激呢位品牌夥伴介紹喺 Kevinson 嘅研究俾我認識。而家因為佢，全球各地嘅人都有機會唔單止改善自己皮膚質素，仲好有可能延長壽命。